哇，快入嚟，全網首拍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咧好多街坊哇好想睇嘅皓月濱江84方。嗱，而家咧都仲係搞緊嗱，所以睇咗先冇問題。不過咧搞好9成啦。嗱，呢個大廳嘅空間設計咧真係非常之震撼。其實有啲似我之前咧都拍過咧曉光公園啦，包括你港府係咧龍悅濱江嘅80幾方戶型。嗱，呢度咧有5米幾嘅打開間，當然呢度有間房啦，打通咗。好啦，再入翻去裏面咧就係另外我哋嘅2個房間啦，同埋我哋嘅廁所啦。嗱，呢個就係次臥位置。咁而主人房裏面嘅空間咧，都係打一個套位啦，亦都係呢種咧流行嘅3面大飄窗，景觀亦都非常之好。因為咧呢度咧2梯門3間咧都望到出邊嘅江景噶噃。呢個大廳你估唔估到係幾大呢？嗱，今次皓月濱江咧107方已經俾到你南向咁樣嘅冚江享受。哇，可能喺以往你真係要買到83甚至84方。當然呢個都係港府系嘅首創啦。嗱，而且可橫可直嘅呢個大廳變化，轉頭我通過動圖再話俾你聽。嗱，而家呢個戶型咧做到咧4房嘅佈局，到時呢邊咧都有個次臥同我哋嘅陽台相連，而另外2間嘅次臥咧就喺呢度。喺高德房率嘅加持下，次臥空間都完全闊綽，再唔使驚放得落床，放唔到落櫃。入戶儲物櫃更大得驚人，再唔使擔心登機箱冇地方擺啦。越秀喺戶型嘅設計上，好似又交咗份滿分嘅答卷，真係不得不講一句牛逼！嗱，主人房當然不容忽視啦。首先空間感亦都係非常之強，而且嗱呢種時下流行嘅3面大飄窗270度嘅景觀亦都係有晒。而且嗱我哋呢度景觀咧非常好，因為咧喺河南海珠。親臨珠江前塘道，遠眺廣州小蠻腰，亦係其他地方俾唔到你嘅。皓月濱江，一個難得喺海珠咁具煙火氣地段嘅港府系新盤。濱江路上大元帥府，又會唔會有你嘅難忘回憶呢？展廳已經開放，想睇可以私信揾我幫你預約㗎。